香蕉營養好，食啱係寶，食錯係草。今日話俾你知，食香蕉嘅三大好處，仲有3種情況咧絕對唔能夠食，一定要記好。食香蕉嘅三大好處，第一咧，香蕉係天然嘅補鉀高手。鉀咧香蕉係天然嘅補鉀高手。鉀咧能夠幫助身體排出多餘嘅硫，減少血管壓力，對高血壓嘅朋友特別友好。第二咧，潤腸通便，熟透咗嘅香蕉咧富含膳食纖維同果膠，能夠軟化糞便，能夠促進腸道蠕動，改善便秘。注意一定要食熟嘅香蕉，如果生嘅香蕉咧反而會加重便秘。第三咧，香蕉咧富含碳水，能夠緩解疲勞，恢復體力。運動後咧就適合於食。注意有3種情況咧唔好食。第一個，腎功能不全要慎食，腎臟咧排鉀能力差，食多咗咧高鉀嘅香蕉容易引起高鉀血症，危害心臟。第二咧，腸胃唔好，千祈唔好空腹食。空腹食嘅香蕉嘅成分咧會刺激胃黏膜，容易胃痛反酸。第三咧，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適量食香蕉，糖分唔低，血糖高嘅朋友一定要少食，要選擇偏生嘅香蕉。